怡姐呀，哎，唐贡哦，要在昆西市场哦，董叔粉养哦。你知道吗 ？This market is very popular。 OK 哦，而且里面有很多杂货，还有美食。哎，很期待。不过赶快，从外观看起来就还蛮特别的，这根本就是个博物馆啊！不能够这样看，要进去找，快点快点！来！哇，哎，要吃董叔粉养哎。对呀，我就跟你说吧 ，This market is very popular。人家他们里面有很多的美食啦，还有杂货。哇，好香哦！哦，你看，你看那边很大只，有没有？哦，这间很大只。我相信这个也 very popular。哎，这边就有嘞。啊，龙虾堡。Lobster bar，Lobster roll 它也有。Hi, we love the set lobster roll with clam cheddar. Yeah, yeah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哇，你看看，哎，这就是很厉害的龙虾堡。有没有想要先拍照？哇，先拍照那么受到 popular 的食物。好，开始吃了，可以吃了。终于，你先吃。洗烤。完蛋，要肥死！这人说这么 popular，吃完还得了？按酥豆粉养的东西哦，胖也没关系，一定要吃。大口一点，赞。哦，好吃吗？不好吃，不好吃。啊，不要。那我要吃另外一边。另外一边。我要吃喽。怎么样？好满足哦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波士顿的龙虾堡会按酥豆粉养了，好不好？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了，而且面包热热的，再加上那个有点冰凉凉的这个龙虾沙拉，绝配。哇，怡姐，那你东西东后生哈，真的好好吃哦！哎，我觉得啊，既然这边的这个 lobster 龙虾这么受到这个 popular 的话，怎么样？我们来做龙虾料理。哎，猛超嘞！哎，龙虾在这边按酥豆粉养哦，那我们就把它当做我们那个料理的基底，然后再看看怎么加入客家的元素。没错，这样子我们推出来的产品一定很受到 popular， 很受到欢迎。回去好好想想。走。哇，按斗你哦。当然啊，因为 this market is very popular。要师从哦，董叔粉养。